各位街坊，明仔返嚟啦！你可能覺得新加坡大選悶過睇巴士駛過，但其實入邊有好多彩蛋。等我做個新加坡選舉懶人包，話你知。話說新加坡60年嚟都係人民行動黨 PAP 統治，啲人笑佢係投票確認執政黨。不過2020嗰屆 PAP 票份跌到61%，創1965以嚟第二低。仲輸咗2個集選區俾工人黨 WP。 點解？因為年輕選民啊嘛，同中產開始覺得經濟雖好，但係我都想有第二把聲監察政府。首先解釋一個小知識俾大家知，咩叫集選區 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。 新加坡大多數選區係5人一隊，勝者全取，等於5個 Avengers 打怪，贏就齊齊入國會，輸就全隊出局。隊伍入邊仲要符合華無印多元組合，即必須同時包含華人、馬來裔、毛裔同印度裔代表，確保種族平衡。對在野黨嚟講，唔單止要揾到5個合拍拍黨，仲要顧及種族配搭，因此參選成本勁高。今屆焦點一：新仔總理 vs 老牌光環。黃循財 Lawrence Wong 做咗總理不足1年就要帶隊選舉。佢出名理性型，領導抗疫 task force 嗰人，日日開記者會，好似教科書咁解數據。問題係技術官僚夠穩陣，但夠唔夠 charisma？ 李光耀年代嗰種神話光環喺後生仔眼中已經冇咁 work。今屆焦點2：貿易大時代，小艇喺大海點撐？美國4圍加關稅，新加坡呢艘靠自由貿易漂浮嘅小艇，最易被巨浪打扮。黃循財同選民講：呢個時候唔可以整垮執政黨，要有最強團隊應戰。咁選民買唔買單？視乎大家覺得穩定多元邊樣更緊要。今屆焦點3：工人黨玩安全投票。工人黨策略就係放心投我，政府唔會抖，俾我哋進步少少，監察多啲。呢招喺2020年成功吸引好多想試下嘅中產同年輕人。今屆佢哋鎖定東海岸集選區。上屆只輸7%，如果今次翻盤 ，TAP 一組高層即刻 evaporate。咁多政治盤算，講到咁學術，不如落翻地氣，聽下新加坡街坊自己點睇先。新加坡人愛去咖啡店 Hawker Centre 飲 Kopi O。有阿伯同我講，我呢杯咖啡幾十年都 PAP 味道，不過加啲糖都唔錯啦。呢句就係新加坡選民真心話，要味道穩定，但甜度可以自己調。明仔預告戰情：1. 若 PAP 票份跌穿60%，黃循財第一場考試唔合格；2. 工人黨若突破10席，證明安全投票論再次奏效；3. 前進黨若首度進軍國會，證明新加坡政治光譜開始開叉。總結：大選唔一定要換黨先精彩，點樣喺穩陣同多元之間跳舞，先係新加坡最吸睛嘅政治 reality show。留言講下。你會揀穩定定制衡？Like、subscribe、撳鐘仔，下條片再見。